Hello，大家好，係我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7月25日。根據傳媒嘅報導呢，香港特區政府就喺7月21日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就刊憲㗎啦，亦將會於係7月31日凌晨就生效啦。就意味着咧新嘅皇崗口岸咧最快就會喺7月31日就通關㗎啦。香港人喺今年嘅暑假咧又多咗一條通路咧就北上消費嘅。呢個新皇崗口岸咧就話佢嘅總面積咧就比舊嘅皇崗口岸係大咗5倍嘅，每日可以應付大約30萬嘅人次以及1.5萬嘅車流嘅。佢消除咗落馬洲嘅檢查站嘅手續啦，直接就喺口岸入邊咧就離境出境咁話喎，由從前嘅30分鐘嘅時間咧就大大縮短到去5分鐘，咁使到香港同埋國內嘅同胞咧往返兩地咧就非常方便㗎啦。講開呢個新口岸嘅落成咧，竟然最雀躍嘅咧就係香港一啲嘅官員㗎喎。佢哋就話咧會增加咗多啲國內人士嚟港消費，可以幫補香港嘅疲弱經濟咁講喎。但係莊哥就話咧，呢個新嘅皇崗口岸嘅落成咧，反而咧係促進咗港人北上嘅深圳消費咁大嘅提高㗎，尤其係夜生活嘅經濟添。咁香港嘅官員咁樣講咧，我覺得有啲為他人作嫁衣裳，係戥人哋嘅姑娘高興㗎啦。講起皇崗口岸呢，相信都勾起好多香港人同埋上一代嘅香港人嘅好多回憶同埋感想㗎啦。喺深圳仲未有地鐵嘅時候呢，皇崗口岸呢就係當時好多香港人經深圳入國內嘅一條最主要嘅關口嚟嘅。當時一日嘅人流呢，相信都比經過羅湖嘅口岸入去咧仲要多嘅。而喺90年代初期到2000年間嘅時候呢，當時莊哥呢仲係打緊一份955嘅牛工嘅時候呢，通常都每逢禮拜五收工之後呢，同屋企人同埋一啲同事呢浩浩蕩蕩咁10幾個人呢，就坐永東巴士經皇崗就上去番禺嘅祈福新村嗰度玩㗎啦。咁一喺上高呢，就通常逗留咗2晚，咁禮拜日就經皇崗返嚟嘅。咁我哋莊哥啲同事呢，一啲後生嗰啲呢，就通常呢都會放假嗰時候經過皇崗口岸呢，一齊呢就租部的士，咁走去樟木頭啊，或者係常平嗰度見啲女朋友，咁喺嗰度歡度週末嘅。而喺2000年後10幾年期間呢，開始有好多香港人，包括咧香港幾位嘅地產朋友啊，同埋2個侄仔咧，都喺深圳咧就結婚生仔女嘅，住喺當時舊皇崗口岸附近嗰個皇御苑入邊嘅，每日都返香港工作啦，收工就返皇崗皇御苑啦，中港兩地走。最後咧個個都申請咗獲得批准嚟香港定居嘅。咁喺呢段期間咧，莊哥時時走去探佢哋咧，所以咧喺皇崗附近嗰度福民路一帶啊、水圍村嗰啲咁嘅食肆咧，真係熟悉到不得了㗎啦。所以莊哥相信咧，呢個新皇崗嘅口岸嘅落成咧，尤其佢24小時嘅作業咧，肯定會帶旺皇崗附近嘅周邊生意嘅，亦有可能咧係一條開啓深圳一個夜經濟生活嘅一條鑰匙都唔定添。其實而家喺深圳嘅夜生活消費啊，加埋不同形式嘅路邊攤呢，喺深圳就已經係好多㗎啦。譬如有好多酒吧街入邊嘅 Coco Park 啦、中洲灣啊、沙咀同埋龍華呢區啊，平民消費嘅地方嘅水圍村啦、鹽田啦、華強鬼市啊等等呢啲地方啊，營業時間呢都由下晝4點到凌晨5點都有嘅喎。各式各樣嘅美食呢，相信呢都會隨住新皇崗口岸嘅通關呢，就一定會吸引到好多啲唔怕天黑只怕天光嘅香港人嚟消費㗎啦。有一啲經濟學者呢就曾經講過嘅話，消費者呢喺夜晚嗰時候呢，
隨住工作壓力嘅消失同埋佢心情嘅放鬆咧，往往佢消費嘅慾念咧就會高好多，同埋消費嘅數目又會高好多㗎。所以咧喺夜生活嘅消費咧，佢個數字咧價錢咧通常都係比白日高出倍數計嘅。咁而家有面對將來香港每一晚黑想去嚟嘅消費群體，咁你話深圳啲老細嘅方面點會唔盡量努力？咁各方各面嘅好嘅嘢嚟迎接呢啲香港嘅財神㗎。所以而家唔怪得喺新皇崗口岸附近嗰啲商鋪咧，聽講全部都以1倍或者2倍嘅租金全部租出㗎啦。佢哋就係等緊咧7月31號後咧香港嚟嘅呢一班嘅消費者㗎啦。未來嘅深圳嘅夜經濟生活咧，會唔會因為香港人嘅增加而多咗收入嘅呢？莊哥咧喺度預測唔到，但係咧有啲增加咧就相信會有，大幅度嘅增長咧就相信就未必會有嘅。原因咧就係香港人而家咧消費係有啊，但係大膽同埋大幅度嘅消費咧就冇㗎啦。夜生活嘅消費最高嘅群組，最肯使錢嘅，往往咧都有帶有啲顏色嘅消費嘅，引誘到咧啲消費者去興奮忘情咁大破慳囊嘅。而往往咧最肯使呢啲錢嘅人咧，以往嘅經驗咧，多數係一啲司機大佬啊，一啲裝修工人老細啊，運輸業工人嘅等等啦。而家咧呢一班人咧嘅高收入時代已經過去咗㗎啦。仲肯唔肯再攞錢出嚟晚黑做咁高嘅消費呢？就真係一個未知數嚟嘅。不過莊哥呢都好希望呢，以前喺香港嘅夜生活嗰個享受呢，能唔能夠喺深圳就可以重新見到嘅？譬如啦，夜生活嘅廟街嘅，或者係諾士佛台啊、蘭桂坊啊，同埋灣仔酒吧街嗰種嘅情調啊。真係唔知將來會唔會喺深圳可以再重新見到享受到呢？而家呢，我哋嘅中央政府呢又開放咗超過30個國家有30日嘅免簽證喺中國旅遊嘅。而香港呢就係一個國際性嘅大都會城市啊，深圳又相連香港，咁24小時嘅通關呢，又會唔會吸引到呢一班嘅免簽證國家嘅人呢走去深圳度消費嘅呢？令到夜繽紛嘅深圳呢更加多姿多彩啊！莊哥其實都真係好期待呢，有呢一類咁嘅情景發生喺未來嘅深圳啊！好啦，我係莊哥，係一個平凡嘅地產從業員，下次再會啊！拜拜。